哦，那金龟嘛是包网啊呢。哦，啊，这回龙果我是爱包网哦，我那倒来拢不易啊。哦，感恩啦。啊，这生样遮济花着水啊，他人爱甲烧掉。爱烧掉。啊，咱留一两点尔吼。哦，啊，这一丛牵几啊位哦。啊，这个我拢留到8位呢。哦，一丛会当牵8位哦。哦，一丛啊。牵20-30位，30-40位后哦，那火龙果才会遐厉害啊！我牵遐济位啊，留7、8位，啊一位才留一两粒安尼。哦，我见个大片。哦，这参买5先生这火龙果有品牌注册商标的呢。啊，市面上叫做啥物火龙果？米龙。哦，前面秘密的密哦。嘿，啊，迄个龙凤的龙。哦，蜜龙哦。哦，蜜龙火龙果嘛，啊蜜龙。我这是用迄个注册商标个蜜龙。红龙蜜果啦。哦，红龙蜜果，这红龙啊。哦，红龙蜜果吼。哦，这台南东山产买吼，5先生吼，遐大规模经营火龙果吼，红火龙果呢，个蜜红龙蜜果吼，佫有注册商标的呢，蜜龙呢吼，蜜龙，甜甜蜜蜜的蜜哦，火龙果的龙。